这时咱要来攻读上帝的话，有两个所在。头一个圣经节是自民数记14章24节，但是我的老母加勒甲因无共，伊一直对我忠心，因为安尼，我要带伊到伊行过迄块地，伊的后代要得到迄块地做产业。圣经以上，下面咱要请蔡牧师来传播上帝的信息。今仔日伊要讲到的题目是加勒另外一种的心志，请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总会所定的上年纪念主日，牧师诚心期待咱在座的老大人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人活了长岁数是真大的祝福，但是爱活了有意义，活了应要主，更加是美好的祝福。愿上帝亲自赐恩予大家。咱今日先将咱分享的这木星系列的主题，先放伫一边吼。咱顶回是讲到伤心的第一讲，咱后礼拜继续讲。但是咱今日先来看圣经中间的一个人物，叫做加勒。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合之地，想使互阮有安静、单一、专心来仰望你的话的心。恳求主，你互阮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得到透放，互你的话亲身成做阮生命的帮衬，互阮会当荣光你，会当祝福人。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日是上年的纪念主日，咱来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年老到底好无？一般的人拢真爱长岁数对无？但是却无爱变老，所以这是真矛盾啊！一方面爱长岁数，但是我阁无要变老，其实咱真讨厌人讲咱老对无？有一天阮牧师娘去菜市仔转来，看起来无啥欢喜。我就问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伊讲伊去买物件有一个咧卖物件，看起来年纪甲伊差不多，叫伊阿姨。所以讲实在是较安尼真袂晓讲话所以咱若看到无论年纪只要比你较大，你拢叫伊姐姐就会使其实我嘛是相共若咧看电视的时阵常常听到迄个电视媒体咧报道讲，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翁半百就是50岁我想讲50岁还个少年呢，叫50岁的老翁所以听起来真毋是滋味啦所以其实人拢无爱讲你老因为老有真侪歹处人老因为咱身体机能的老化，抵抗力较衰弱，动作比较较慢，所以造成咱一寡生活上的不便有人讲免怎判断一个人老咱台湾的民间有人安尼讲讲永远无代志，坐咧就哈去倒咧困袂去，来礼拜听讲道就困去见讲过去。讲了随袂去这就是老的象征啦确实是安尼啦。咱身体的老化，也是讲智能的退化，有时就感觉讲甲过去确实无啥相共比如讲过去我若一个讲道片来注意来看2-3遍了，都拢差不多记会牢讲道无一定爱看讲道片，但是即摆毋是安尼，即摆若无写完整的讲道片有时讲走抓去都毋知讲袂转来所以互人感觉讲老确实是无啥好势有时阵像我第一堂的礼拜今日就闹了一个笑话尾仔的时阵我来补充报告应该讲我补充报告了无代志，补充报告了就交互师会人我想着等下要主持中级会
我著若阵我咧主持中执会，我都讲啊，若无代志吼，咱交互书会，好再讲书会，无讲书记啦吼。所以确实有小可有老烦颠啦吼，互人感觉讲啊，年纪老吼，确实咱的机能退化吼，感觉老毋是一件好代志吼。但是咱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特别是对圣经的角度来看，年老确实是像价值。咱最近咧读的每一天的每日读经是读着约伯记吼，约伯记的12章的12节讲，年老有智慧，寿高有财物吼。就讲意思是讲，年老的人有智慧，这是旧约时代所讲的话吼，已经几啊千冬吼。但是咱今仔日看，依然有适用吼，因为年长的人伊会当累积真侪生命的经验，所以比少年人较有智慧吼。年长的人较晓思考，袂亲像少年人遐尼冲动哦。所以咱俗语嘛有安尼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吼。意思是讲，老大人是伫家庭中间是一个宝贝，是一个资产。因为老大人会当用伊的经验来指导少年人，因为厝内底也是讲咱教会内面有老大人甲咱做伙，所以少年人都有机会学习生命的智慧。特别是犹太人的老大人，因知影家己有一个责任，就是做因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所以伫犹太社会中间，对老大人是非常非常尊重，因为因时常用真细腻的态度、真谨慎的态度，将智慧、将文化、将经验传予后代。相反，少年人也知影老大人的价值，所以因会真用心去听老大人的教示，真来去学习犹太人的传统文化。所以这犹太的老大人拢知影家己的职责，所以因知影家己有这个背负有传承信仰的责任。所以咱看起着诗篇71篇的18节，这是一个老大人的祈祷。伊讲：现在我年老，头毛白。上帝啊，求你毋通弃杀我，佮互我有精神，因为我要往后代宣扬你的权力甲大权能的时阵，求你甲我三甲地地。所以也因为安尼咱就爱理解，伫犹太文化中间因认为白头毛是一个荣耀的冠冕，所以老大人拢知影，我爱一生持守行伫公义的道路顶面。当我头毛白的时阵，这就是我荣耀的象征啦。所以箴言20章的29节后半段嘛讲，白头毛是老大人的尊严嘛，所以对犹太人来看，唔通黑白染头毛啊，白头毛这是一个尊贵荣耀的象征，但是咱来理解，就是老是上帝一种祝福，是一个记号，是一种智慧甲尊严的象征。但是其中上较重要的是迄个心智啊。咱年纪渐渐长大咱心智袂当衰退，反倒转心智都爱日日更新亲像少年时阵同款因为心智这件代志是伫少年时阵就开始养成。特别咱遮若你自认你是少年的有一句话犹太人的俗语，伊讲老大人知影家己无法度气恼翻腾但是少年人却袂记即家己变老啦。所以咱爱记将即句话记伫咱的心肝有一天咱拢会变老。所以你对今仔开始爱下落一个真重要的决定，就是我虽然我肉体会变老。但是我心智绝对无要变老，因为心智会当翻译做灵，还是讲会当翻译做精神，这件代志对咱的人生的影响太重要。所以咱今仔要透过所读的经文来看一个，虽然年长，但是犹原心智真坚强的圣徒，伊的生命确实值得咱学习。这人就是加勒。圣经中间安尼讲。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圣经是：独独我的罗卜加勒，因为伊另外有一个心智，这心智会当翻译做
精神，会当翻译做灵吼。伊的心智、伊的灵、伊的精神，甲别人无相款，所以我就要将伊领入伊所去过迄个所在，伊的好诶，也要得到迄块土地做产业。这段经文的背景吼，是出自《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吼。咱有圣经，咱摕出来看吼，《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因来到旷野，当因决定开始要准备进入迦南地进前，摩西就对每一个支派中间，吼，找一个领袖，爱因达生入去迦南地，遐看。上帝要赏赐因这个地的状况到底是安怎？所以伊就对12个支派中间选12个人，这12个人拢是首领，爱因入去迦南地去探查。其中12个支派中间有2个人，这2个人就是约书亚甲迦勒。因入去了，因看到讲，哇，迄块地实在是上帝应允老年甲美地迦南美地。因为因发现这块地迄作物生产的作物拢是非常丰盛啦因讲因看到一张葡萄栽然后测一耙葡萄大到这个2个人牙较牙会动较牙会行所以因感觉讲哇，这物产真丰富，这确实是上帝要赏赐真水的土地，加力加。这个约书亚因看到这，但是另外其他10个人因看到的是负面的消息啦看到负面的状况。因看到迄个所在，毋干那物产真济迄个人拢生出真宽大、真臃肿，而且因所起的城是非常坚固。因心肝就想讲啊，阮这对埃及做奴才打出来的人，较有可能拍赢因呢。所以这10个人就报负面的消息，互正人知，结果引起百姓有真侪情绪性的反应。因对这百姓讲：“你毋知遐人偌宽大，因是迄大汉人的户的，咱伫伊面前看起来，咱亲像草蜢仔共款，用落去就死。所以这百姓就真激动啊，一直埋怨上帝，甲埋怨摩西，讲为什么要将因对埃及带来这个所在？”所以不如回去埃及，所以因就打算搁另外立一个领袖，带因回去埃及。结果这件代志引起上帝大大的生气，想要召灭因呐。但是摩西就替这领袖实在是一个真好的领袖，真伟大的领袖。伊就替以色列人祈祷，上帝就对摩西讲：这群人我会赦免因，但是因无一个人会当。入去我所应允的土地，独独这个人就是迦勒，当然又个包含约书亚，伊会当入去迄个地，因为迦勒甲这群人无共款，伊有另外一个心智。虽然派入去探查的12个人，因拢看见到相款的物件，但是迦勒因为有另外一个心智，甲因无相款。所以，伊传扬上帝应允的话。咱看到全部以色列人伫这个出埃及的过程中间，看见上帝行真侪神力，看见上帝应邀，但是因犹原无相信上帝，无顺探上帝。但是迦勒无共款，伊一世人专一军队上帝。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就是约书亚书的14章，内底有3遍提起着。伊一世人专心军队耶和华上帝，所以伊的心智甲其他人无共款。咱就来看迦勒的心智到底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第一项，迦勒伊的眼光无共款，伊有信心的眼光，所以伊会当看见上帝应允，伊将这应允记牢伫伊心中，就是上帝答应伊的话，伊就记伫伊的心中。因为眼光也无共款。所以迦勒看到的，甲这人做的判断就无共款。10个人讲，遐百姓真宽大，咱无可能去拍赢因，因为伊比咱较强壮。但是迦勒讲，咱马上去得到迄个地，
因为咱一定会当得胜。为什么加勒这么有把握？因为伊清楚知影，这块土地是上帝应允的土地，上帝一的确照伊的应允，照伊所讲的，是行伫因的中间。所以，咱看起着信心的眼光是安怎？我相信加勒嘛是有看到遐人实在真权大、真勇壮，但是伊有经过评估，伊评估毋是评估家己的限制尔。伊评估的顶面有加上上帝的应允，就是因为信心的眼光，所以伊决定要自行看上帝予伊的应允。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爱学习的一点。咱有时阵吼，咱被现实的状况所蒙蔽，看袂出上帝要予咱的应允。咱爱亲像加勒相款，有另外一种心智。天条伫上帝的应允，然后向前行来领受上帝予咱的应允，这是第一项咱来学习的。第二项，咱看起着加勒，伊的生命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伊只看重上帝，无看重家己。咱来理解，加勒甲约书亚两个人，拢是受派出去12个领袖中间的之一。特别伊甲约书亚相款，拢是真有信心的人。但是咱知摩西死了，上帝兴起啥物人？兴起约书亚，这一些人的领袖。但是加勒无任何怨言，完全顺服约书亚的领导。照你讲，过去摩西答应伊，上帝透过摩西有互伊应允，讲伊看到迄块地要互伊做产业嘛。伊无需要搁来找约书亚，对约书亚报告，要求约书亚差遣伊去承接迄个土地。但是伊用一个真谦卑的心来找约书亚，约书亚报告讲过去咱拢有即款的经历，上帝一定应允即个土地要互阮，所以请你差派我去征战，好的征战，来得到上帝的应允。所以伊真尊敬上帝所设立的路谱。伊完全顺服上帝所设立的约书亚，所以咱理解，伊就是无争家己的个人的名利，甲顺服官兵的心智，这是伊另外一种甲别人无相款的。加勒知影伊是为着上帝来活，所以伊的心智是完全无共款。第三项，咱来学习的就是。我感觉这是上界宝贵的，就是加勒有专一军队上帝的心智。加勒伊安尼对约书亚讲，伊讲伫40岁的时阵伊听见着摩西对伊所讲的应允，经过45年，伊无改变心智，因为伊相信上帝的确有一天。应允的实现伫伊的中间。检查伊85岁，看起来年纪真大，但是伊相信上帝予伊有勇壮的身体，有缘会当领受上帝气力去征战好的征战。这嘛是咱爱学习的，毋通因为咱的年纪有啥物款的改变，咱就无愿意服侍上帝。其实，伫咱双年教会中间，牧师嘛看到真侪互我感动的事。就是咱常常看到真侪双年团契的客友，伊愿伫教会中间参与服侍，特别是咱教台的事工。我常常看到咱双年团契或者个同工咧服侍人，因对第一堂开始到第3堂，拢真侪人参与伫即个爱望的服侍工作。其实还佫有真侪所在毋知大家敢知影？咱伫7楼有一个图书室。知无？因为即摆人较无爱去看册的款，但是咱伫7楼服侍的同工，拢差不多拢是在双年团契的老大人。伊其实伊是咧对咱讲一个真水的见证。检查年纪较年长，但是咱犹原爱服侍，犹原爱荣耀上帝，这是咱这后辈上界好的一个典范。咱
这大多数拢还未到85岁，对无？好，愿咱拢有家己个心志，因为咱持守迄个信仰服侍主的即个心志，吼，互咱服侍到咱无法度服侍的时。当然有一寡咱当职的，才有一寡人员的限定，但是咱才会当找其他服侍的工作。咱伫美食所在来做服侍，咱当做招待当中，会当替牧师、替咱的兄弟姊妹祈祷，这拢是咱拢会当服侍的即个代志，互咱服侍到咱袂当服侍为止。当然，咱中间有一寡已经超过85岁。兄弟，你毋通掠做讲好佳哉，我已经超过啊，所以我不一定爱服侍，请大家爱注意约书亚服侍到110岁，摩西服侍到120岁，年纪长大，但是咱的心志袂当改变。愿咱每一个人的心志拢袂老，拢对头到尾拢相共，日日若亲像新的相款。这款的精神会带予咱教会真大的祝福。最后，牧师甲大家分享巴克勒牧师的故事。这是巴克勒牧师，咱看伊这时阵嘛，头毛已经白啊，伊依然咧服侍。巴克勒牧师对台湾的教会有真大的贡献。其中，我感觉上界大的贡献，就是伊对白话字圣经的翻译工作。根据巴克勒牧师家己的记录，咱能看见到伊推动信徒读圣经的使命感。咱知巴克勒牧师伊是真有使命感的，伊伫16岁的时阵就写一张献心文，然后伊讲伊来到台湾，伊对当来到台湾，一直到来台湾服侍50冬了，伊讲有3件代志，伊愿坚定信心，袂摇煞。伊感觉讲，这3件代志是伊所坚信的。第一件代志，伊感觉讲，若要有一个健全有活命的教会，安尼教会中间每一个信徒，无论查甫、无论查某、无论囡仔、无论大人，拢爱读圣经。伊感觉研读圣经是起造教会的一个基础，也是互教会会当有活命精神一个真要紧的代志。这是伊第一个坚信的代志。第二项代志，伊讲这个目标伫当时阵用汉字是达袂到的，因为当时阵的社会，台湾人受教育的人无真济，捌汉字的人真少，所以伊讲这个目标用汉字是无法度达到。第三项，爱使用罗马拼音的白话字，才当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伫迄个时阵，伊就做一个决定，伊一定爱将圣经对原文翻译做白话字的圣经，互当时阵的人，简单受几礼拜训练，会晓读白话字了，就会当读圣经。安尼才能起造一个有活命健全的教会。所以，伫1913年，伊迄个时阵已经64岁了。咱普通即马65岁就要退休对无？伊伫1913年开始，伊就决心做新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咱看到即张就是伊甲伊的同工咧翻译，其实大多数拢是伊一个人翻译的。咱若今仔去中央中学的历史资料馆，咱也会当看到伊咧翻译的刀甲伊所翻译的第一版的圣经。伊迄阵已经64岁，伊经过3冬，就是1916年，伊翻译新约的完成，然後中過休一段時間，伫1927年開始，伊開始翻譯舊約的聖經，一直到1930年的年底12月30，伊將舊約聖經完全攏翻譯做白話字，然後伊就打算要將這本聖經送去當時陣的上，因為迄陣台灣無迄個較大型的印刷機所以愛送去當時陣佇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來印這本聖經。
1930年，迄阵拄咧烧战的时阵，送去到上海的时阵，结果1932年爆发了上海事件，日本去轰炸这上海市，叫这个商务印书馆煞去用炸一个煞火烧，将这本第一版的圣经已经摆好的这印字版完全拢来烧毁，只剩到对一半的果还阁伫个，这个时阵咱来理解1930年，巴基的牧师已经80几岁啊，那我可能放弃啊，但是巴基的牧师伊将遐个剩落来遐个稿件摕倒来台湾，佮加上伊过去一寡记录，经过半年的时间，佮将这个物件整理好，佮送去上海，伫1933年8月初4，伊亲笔伫这咱旧约的马列基书最后一章签伊的名的缩写Thomas Buckley 的 TV 写2字，然后边仔写 OK， 证明讲这版的已经完成，所以伫1933年的12月25圣诞节迄天，有20本印好的圣经对上海送到台南的所在。这个时阵，巴基的牧师已经84岁。咱知影巴基的牧师后来伫86岁的时阵过身。伊对26岁来到台湾，伫86岁过身，住伫台湾60天。伊伫16岁的时阵签落伊的献身文，坚持70天的时间，将伊一生奉献予台湾这个土地，奉献予台湾的教会。我常常对大家讲，这就是咱第一代的宣教师的精神，就是因的心志。咱今仔日伫遮咧听因的故事的时阵，请大家爱注意。牧师常常讲，咱毋通做了尾仔囝，因为咱第一代的宣教师是用这款的精神咧服侍上帝，咧服侍众人。咱应该爱将这款的心志、这款的精神来延续落去。安尼，这是咱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个大的祝福，也是咱今仔爱承接的责任。所以，愿咱对上帝话语顶面看到加力，伊一生精进；咱看到咱的宣教师一生服侍，这是咱爱传承的落去的精神的心志。愿咱每一个人的心志拢袂老，对头到尾拢同款，日日拢来更新，咱诚做后一代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加力伊的性命来影响阮。恳求主，你予阮诚做一个，甲别人心志无同款的人，就是愿意专心跟对你，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你的应允，无求家己的利益，只求荣耀上帝，也会当一世人跟对主来承受上帝应允阮的产业。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